大家好，我係賴師奶。最近賴師奶去咗邊，又有啲咩搞作呢？其實最近我就係去咗杜拜嗰度，開展咗一次漫長嘅旅遊，因為係為咗我未來可能會喺杜拜嗰度旅居而作出準備。可能大家會覺得地緣政治嘅問題對呢一個地方會加上咗一個風險嘅標籤，但係真正嘅生活同埋旅遊嘅狀況，可能係會顛覆大家嘅想象嘅。今集呢一條片裏面嘅影像就係我喺7、8月份嘅生活片段啦，唔多唔少都可以俾大家睇到杜拜而家嘅真面目噶。杜拜呢個地方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就係一個用錢堆砌出嚟嘅城市，佢充滿活力，充滿咗工作同埋投資嘅機會。我一直都好想親身去了解一下噶，所以喺通關之後，我哋第一個出遊嘅地點就係杜拜啦。當時我留咗喺嗰度2個星期左右，對呢個地方真係好有好感啊！最後喺離開嘅時候，仲約咗中介去睇樓，同埋詳細了解嗰啲置業計劃書添。之後我哋就一直朝向旅居杜拜呢一個方向去不斷探索啦。而我有一位家人就喺美伊發生衝突之前成功獲取咗一個黃金簽證，而我哋亦都因為佢嘅關係可以搞居留啦。不過冇幾耐之後，美伊嘅衝突就出現咗啦。我哋都猶豫咗一陣間，究竟呢一個計劃係咪應該繼續落去呢？最後我嘅家人佢就決定唔好浪費呢一個簽證，先去當地做下工先，覺得鍾意就留低，唔鍾意先至走啦。原來當佢去到當地做嘢嘅時候，就發現嗰一度嘅生活狀況、經濟同埋貿易完全都冇受到影響嘅。而旅遊人士擔心天氣火熱，仲多過所謂嘅戰火。所以我哋就人棄我取啦，就選擇好熱嘅7、8月份去考察，因為喺呢一個旅遊淡季，住宿嘅支出就會少啲，用餐出行嘅節奏都可以放慢啲。不過我哋親身經歷嘅就係，原來好多旅遊熱點都係有人滿之患㗎。正如我同大家分享過喺大灣區置業嘅一啲原則啦，嚟到呢度我都係一樣嘅。無論係考慮到旅居、移民抑或退休，置業之前一定要多啲去各個城區嗰度旅遊，了解一下邊一個城區嘅生活氛圍啱自己，邊一啲物業嘅類型係伏位，邊一啲板塊係比較保值，邊一度出租嘅回報較高等等，都要知道好清楚，先至好下置業嘅決定。好似喺大灣區啦，我哋都知道有一啲物業咧，最好都係唔好沾手嘅。我曾經喺某一位博主嘅留言區嗰度睇到呢一段觀眾嘅留言啦，佢就話喺佢內地嘅親戚嗰度交樓，深圳好，中山好，珠海好，惠州大亞灣都好，要買就買民用住宅，就係唔好買公寓，因為水電貴、管理貴、稅費貴，冇明火、冇學位，易守難。結論就係喺邊度買住宅都好，就係即使喺深圳都唔好買公寓。雖然依家啲公寓有陣時水費、電費都唔係咁貴啦，亦都可能有明火，不過仲有好多撇唔走嘅缺點仍然存在嘅。其實能夠表達到呢啲咁深入嘅資訊，都係因為經過長時間嘅了解嘅。所以我自己都會警惕，喺其他地方人生路不熟，都唔好真係淨係聽中介講啊，因為佢哋有陣時嘅說法都係因為某啲利益而會有所偏頗嘅。當然啦，一啲言之鑿鑿嘅數據，我哋係可以攞嚟參考嘅。但係去到所謂嘅樓盤推介，我自己就會好有戒心嘅。我一定要親自去感受下周圍嘅環境啦，住下先，然後再篩選自己啱嘅區份，再之後先租後買，咁樣就最清晰同埋穩妥啦。所以呢一次我哋去杜拜嗰度考察，除咗住喺親人嘅屋企之外啦，我哋都不時出去各區嗰度住下唔同嘅地方，感受一下㗎。而我哋確實係好明顯咁樣感覺到，唔同嘅區位真係會有好唔同嘅生活氛圍，亦都有好唔同嘅生活成本。但係大致上，因為地緣政治嘅關係啦，杜拜嘅房價的確係比以前更容易入手嘅，租金亦都回落咗唔少啊。雖然我哋係可以搞移民，不過喺而家為止，我都仍然都係以旅居為先，從未有長期居留嘅想法，因為我哋仍然好鍾意香港、中國呢一個身份啊，亦都唔會放棄旅居大灣區，因為喺中港之間遊走，享受兩地唔同嘅優勢，依然都係好具吸引力嘅生活方式嚟嘅，只係留喺內地同埋香港嘅時間就會比以前縮減一啲啦。而且現時內地房地產都係類似一種消費品咁樣嘅存在，而呢一個消費品我都已經有啦，所以我亦都唔會再買消費品，買得太多就係浪費，亦都係消耗緊自己嘅財富嘛。
正如我喺呢一集都同大家分享過噶啦，要喺內地揾到一啲獨特、供應緊張又有升值力嘅房產，係真係會有嘅。不過確實就唔容易啦，而且即使有門檻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樣我哋嘅資金就不如喺內地嘅其他板塊，或者放喺全球嗰度揾到一啲更好嘅投資機會，真係冇必要喺房地產市場嗰度同佢做困獸鬥、捨易取難噶嘛。所以喺內地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我一直都強調北上置業一定要用消費嘅心態作自住嘅用途先至好入手，千祈唔好抱住投資嘅心態，以為中介推介某一啲所謂嘅特殊地段就可以逆市賺錢啊！其實我哋都唔難發現，國家響引爆房地產泡沫之後，一直都強調落實房住不炒，篤定維穩嘅方向。縱使響過去嘅幾個月，有唔少大城市出台咗一啲支持房地產嘅政策，好似深圳嘅430新政啦，廣州嘅稅8條啦，武漢對無房首置嘅補貼啦，就算蘇州一口氣推出11條嘅購房便利措施，呢一啲舉措都係只能夠令到成交量回升，同埋盡量為房價築底嘅啫。而政策力度較弱嘅城市，房價依然係持續低迷嘅，所以我哋一定要係響付得起、用得着嘅背景之下，先至好考慮向當地購房。如果只係偶爾北上玩下、住下，咁就不如先租住個單位先啦。因為咁大費周章去購房，花嘅使費、花嘅時間，同埋仲要冒上樓價走勢不明朗嘅風險，最後發現用唔着，再要響市場上面求手，咁樣我哋嘅財富就悄然響當中蒸發咗噶啦。最近就係有一位網友同我講，佢響珠海買咗一個單位，而家都好少返去住，所以而家佢就想將個單位賣出去啦。曾經有一個網友咧都同我哋分享過啦，佢哋係會選擇喺內地用一個好便宜嘅租金去租住單位，到佢哋年紀老邁嘅時候，就會揾有足夠空間同埋足夠人手照顧佢哋嘅安老院嗰度靜養，咁樣就係最好嘅安排啦。其實呢一啲聲音都係好值得我哋參考嘅。雖然有人辭官或者連官都唔去考，但係亦都有人漏夜趕科場嘅喎，因為有調查發現，依然都有唔少港人計劃去大灣區嗰度置業嘅。根據調查顯示啦，有百萬資產嘅人士響中港兩地生活已經係常態噶啦。響網上問卷受訪咗1375名嘅過百萬資產嘅人士當中，每3名嘅受訪者就有1位表示有意未來會移居大灣區嘅，而每5名受訪者呢，就有1位已經同時響香港同埋大灣區之間生活嘅啦。佢哋響大灣區置業嘅原因，其中最重要嘅就係內地嘅醫療同埋康健設施比較完備。點解咁講呢？我諗大家都應該感受到啦，喺香港好多醫療設施係好先進嘅，但係輪候嘅時間非常之長，真係好容易錯過咗治療期噶嘛。好似我屋企有個老友記啦，佢都有個慢性病需要監控住嘅，佢一直喺香港都有揾私家醫生去監察住個病情，但係另外咧，佢亦都有輪候公立醫院，希望睇多一個醫生，聽多一個意見啊嘛。而佢嚟到橫琴之後咧，亦都會睇橫琴嘅醫生嘅。因為喺橫琴做 CT 或者係 X 光嘅檢查，收費係平好多嘅。而實際嘅情況就係喺橫琴睇咗幾次醫生，都盡未輪到去聽下香港公立醫生嘅意見啊。所以難怪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北上求醫啦，而且亦逐漸因為醫療嘅原因，希望移居大灣區嘅。喺受訪者當中，就係佔咗50%有呢啲想法噶啦。另外，第二個主要嘅原因就係基於生活成本嘅考慮啦。呢一方面呢，就佔咗47%嘅。而第三個考慮移居大灣區嘅主要原因就係居住空間啦。至於佢哋想喺大灣區置業嘅城市，就有4個排喺3甲嘅位置。最多人想移居去大灣區嘅城市就係深圳啦，佔32%。跟住落嚟呢，就係中山，佔23%。而3甲位置呢，就有2強嘅，其中一個呢，就係廣州，佔19%。珠海同佢一樣，都係佔19%。深廣係1線城市，房價同埋生活成本都同樣係1線嘅。
面對嘅置業人群亦都係比較相近啦，而中珠響房價同埋生活成本都係低於深廣嘅，而節奏方面亦都係冇一線城市咁緊湊。對於追求性價比更高嘅香港購房者嚟到講，佢哋經常都係響呢兩者之間反覆比較，非常糾結嘅。而呢兩個城市嘅中介亦都各出奇謀去展示自己嘅優點，同埋展示對方嘅缺點啊。其實中珠響房價上邊都係有分別嘅，一直以嚟珠海嘅均價都係比中山高嘅，因為佢畢竟係一個海濱嘅城市啦，又毗鄰澳門，又係港珠澳大橋落點嘅第一站，所以珠海係同港澳嘅連接感較強嘅，跨境亦都係比較方便。對於一啲仍然想過雙城生活，希望保留香港生活圈嘅人呢，珠海係真係比較適合嘅。另外，亦都因為佢係同澳門相連啦，所以對於香港人嚟到講係多咗一份度假感嘅。但係缺點就係生活成本同埋房價都係比較高嘅。至於中山，佢哋嘅面積就真係大過珠海好多啦，所以中山嘅社區感啊、街坊感都係比較強嘅。生活節奏亦都相對較慢，生活成本同埋房價亦都係較低。雖然中山並唔係緊接港澳啦，但係有咗深中通道之後，往返深圳大約都係30分鐘，都係多咗一個賣點嘅。如果係一啲靜態啲或者係鍾意慢活啲嘅人，房價同埋生活成本更低嘅中山，的確係好值得考慮嘅。最近有一位網友，佢就係曾經同我哋分享咗佢喺肇慶買樓中伏嘅嗰一位苦主啦。佢比較過之後，佢就係因為鍾情珠海嘅水景，就好爽快咁樣購入咗一個斗門3房2廁、廳房全河景嘅單位。佢都坦言就係為咗河景買單㗎啦。當然，珠海斗門嘅房價回落，昔日買肇慶嘅價格，今日已經能夠買珠海啦。加上珠海交通亦都係比肇慶方便，而呢一個單位仲係即買即住嘅添。相信呢一啲都係佢再加碼北上置業嘅誘因啦。而肇慶嗰一個令佢歷盡滄桑嘅毛坯單位，佢就冇再花錢落去做裝修啦，就咁樣閒置響度就算啦。不過佢買珠海嘅呢一個單位，同樣都有令佢煩惱嘅地方，就係中介答應俾佢嘅回傭，到而家都仲未收到啊。因為佢一直都有一個想法，就係當佢收樓嘅時候，中介就應該將佢答應要俾嘅回傭俾返佢嘅。但係中介聲稱就要等多幾個月先至可以兌現呢一個承諾。而家佢就好擔心，最終中介係會不了了之啊！我就首先希望佢明白，而家究竟中介係唔係已經收到發展商發放嘅佣金呢？因為喺情理上，回傭係在中介收到佣金之後，先至可以回贈嘅呢一個基礎上而言嘅。如果證實中介仲係未收到佣金嘅話，都係需要等一下嘅。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啦，剛剛被定罪嘅許家印老闆，佢嘅集團旗下嘅樓盤響保交樓嘅政策底下係勉強可以將單位交付嘅，但係相關嘅設施或者成個小區嘅規劃都唔能夠兌現，開發商嘅資金到而家為止仍然都係好匱乏嘅。中介就係響一個咁艱難嘅環境裏面經營緊。佢哋真係需要好確實收到佣金，先至可以將現金或者係家電回贈俾客人嘅。我覺得而家能夠以一個相對低廉嘅價格，喺自己嘅預算之內買到一個自己心儀嘅單位，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結果。嚟緊我將會繼續為旅居杜拜去做考察，亦都會繼續旅居大灣區，當然都會繼續用唔同嘅角度同大家分享灣區嘅真面目啦。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班香港嘅業主或者真實嘅用家可以一齊互相交流、互相警惕、圍爐取暖嘅話，就請你訂閱我呢一條頻道啦。下一集再見。